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今年的民安10号演习正式登场，将一路从4月到7月。桃园市在11日于竹围渔港展开全国的首场演习，模拟战争等21项各类的防救灾课题，现场海陆空同时救援，参与的人员也高达600人，并出动许多专业的新式器材，多次爆破场景相当震撼逼真。带您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爆炸声响起，烟雾缭绕，让人吃惊。今年的民安10号演习从4月到7月之间登场。桃园市在11号于竹围渔港展开全国首场的全民防卫动员暨灾害防救民安10号演习，主轴模拟战争与各类灾害情况，包含灾害抢救、民物力动员、替代役人力运用、民众疏散、伤患救助、收容救济站开设及民生必需品配售作为等21项防救灾课题。现场海陆空同时救援，参演人员高达600人，并出动许多专业新式器材，多次的爆破场景也相当震撼逼真。行政院动员汇报指导官叶俊宏也大赞非常成功。所以这一次的演习呢，是在中国呢对我们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来做各种灾害式的演练。那这样子的演练跟平时的演习、灾害的演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战争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国军弟兄是没办法来支援我们的灾害的救助，我们必须要靠市政府这边来结合我们的人力物力，包括我们刚刚的替代役的这些后备人力等等的编组，还有民间的团体一起来协助，那才有办法来完成我们的救灾的工作。所以今天的这个演练呢，同时呢也邀请了浅市区的民众，刚刚我们看到的里长那么也邀请了我们浅市区的民众呢一起来加入演练，来推广整个紧急避难包，以及呢台湾的民间住址的应变来协助灾害的抢救的这些课题。所以这些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的综合实作的演练全程在张市长的领导下，刚刚各位看到的21项的这个演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可能发生的这个状况。那展现了我们市府团队高度的行动力跟效率。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练，已经贴近了实况。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境内不仅有国际机场，还有炼油厂、发电厂等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上周花莲强震酿灾，虽然跟战时发生的来源情况不同，但是在灾害防救准备上却有很多相同之处。平常是否充分落实防灾准备，对于灾变发生时的救灾效率有很大的影响。透过早上兵棋演练，能够把这个可能发生战乱、灾变的情境。能够尽量设计的完整，然后设计适当的对策。下午呢，这个实际的演练就是把这些设想的情境，能够透过实际的操演，一步一步的落实，把它做到非常的熟练，然后也培养我们不同单位之间的合作默契。我相信，《孙子兵法》有一句话说：“勿视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期待说，我们的敌人会不会过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把所有的应变都先准备好。今天透过早上的兵棋演练，还有下午的实务演练，我相信我们应该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演练，让我们所有的市民都了解说，我们无时不刻都在准备意外状况的发生。那么，我们确保结合所有单位的力量，来保障我们桃园的安居乐业的环境。消防局表示，竹围渔港被军方列管为红色海滩，是台湾少数适合大规模正规登陆作业的滩岸。尤其从海滩到桃园机场等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不到5公里，因此特别选定竹围渔港作为演练场地，切合战争的演练情境。市府也借由这次的演习盘点公部门量能，验证面对战时的应变机制，强化跟民间单位协同合作，将灾害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在基隆市府的努力下，基隆美术馆正式开馆了。策划许久的开馆展览为祭池热闹开幕，集结了22组国内外艺术家的规划，带领民众来探索基隆的在地记忆与台湾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3、2、1，我们有请掌声鼓励呢，看向我们前方的镜头。市长谢国良与策展人林鸿章老师及贵宾们共同点灯，基隆美术馆的开馆展览未济迟正式开幕，现场贵宾云集，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与多位市议员都到场参加。基隆美术馆开馆展览特别结合了22组国内外艺术家，共有5个展区，透过视觉、声音、影像等媒介，带领民众探索基隆在地记忆、文化与政治的交汇点，重新思考历史的意义与未来的可能性。交织在这里面的呢，当然有基隆的历史，有个人的历史，有家庭的历史，有殖民史，有媒体史，有原民的历史，有艺术史，有基隆来作为一个军事基地的这个军事史，有权力与帝国的整整的这些关系，交织在这个展览之中。我跟我的这个工作伙伴，尤其是在水果艺术的这些的同事们，一起来搭建，就是说一些历史的场景。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基隆我在24年前身份证就变成基隆人了。我住在暖暖所以有20多年基隆的生活经验总感觉基隆非常好基隆有它悠久的历史，台湾桃，台湾桃，而且呢是台湾重要的港口。那基隆海港的美景，总觉得好像还需要一点点不同的东西，那就是美术熏陶人心的美术。所以今天美术馆的开馆，应该是基隆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大事。期盼已久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开幕的确对我们基隆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过去我们在这个美术馆这个地方办理各项的活动，办理各项的一个文化教育等等，都在这个我们基隆最重要的地标。那我想议长他也特别的交代说，希望我们美术馆的未来能够真的带给我们基隆有更多有意义的一个活动的办理。我们美术馆终于重新开幕了。那感谢我们林老师这一次的策展，我想带回给大家很好基隆过去的回忆跟基隆的点点滴滴。那在未来美术馆，无论在各项的艺术领域，我们都会展出更多好的作品，就像今天的未济迟一样会展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跟展览，让市民朋友以及海内外观光的好朋友们能够多享受到基隆美术馆所带给大家的文化体验。那我知道文化局在这个过程中真的非常的用心，而且努力排解了很多问题。那我也感谢大家各方，大家都群策群力，让这一次开幕能够顺利圆满。基隆出身的书法大师张炳煌也受邀为基隆美术馆挥毫题字，留下珍贵的墨宝，也期待基隆美术馆未来有更多的文化体验。比如说基隆是一个国际性的港口，那是一个国际上，那就会接收很多国外来的人。比如我所推展的这一个书法，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设立一个点。然后来了，他马上就可以拿起笔来，马上就可以在那里挥写。他马上觉得这个文化是他在他那个地方所没有的。在市府的努力下，基隆美术馆全新的展览空间，让艺术融入市民的生活。这档开馆展览即日起展出到6月底，欢迎民众走进基隆美术馆，来感受丰富的基隆历史记忆。记者黄志轩、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五福圆环是市中心车流量相当多的重点大路，过去只有汽车可以横跨圆环直行。之前的第1阶段已经完成开放机车直行，目前正在进行第2阶段的大改造，进行槽化线的实体化工程。未来行人也可以像汽机车一样直接走进圆环，通过十字路口，这样就不用再花时间绕圈圈。预计5月底就可以完工。工程人员正在圆环里施工，要将护栏围社区内的槽化线实体化，变成人行道。之后行人就可以直接穿过圆环，通过十字路口，不用再花时间绕圈圈，很方便。现在临近新街江商圈、大利商圈和神商圈，那附近的话又有我们中央公园捷运站，新兴国中、新兴国小然后还有雄女。高雄女中，
所以这边的车流量跟人流量都是非常大。原本的5福圆环只有汽车可以直线通过，机车和行人都得右转绕行圆环。而之前的第1阶段圆环改造时，就以缩减圆环分隔岛、扩大道路面积的方式，让机车和汽车一样可以直行穿过圆环。而第2阶段计划让行人也能够直接走进圆环，就做部分的退缩，然后来配合就是人行、步行通行的空间。因为行人地域的这样的课题，所以我们也重视了行人的交通的安全哈。那所以国土署有专案的计划来供地方政府申请。那我们的公务局也申请了这个计划，然后今年通过以后就开始做实作。目前在路口和圆环外侧施工时，会占用部分的混合车道，用路人行经时要小心留意。而未来圆环外侧的部分也会重新规划停车格，调整路型，像民生圆环一样变成停车场，交通号志也会配合调整。因为它车流相对就单纯的改成是停车的空间，包含汽车、机车停车的空间。那我们就缩减车道，然后另外的话就让这个停车的环境更好啊。那这样的话改善，让汽机车的行车动线更顺畅，然后在停车的部分呢也能够更单纯、更简化。这个4个区块里面，因为它有停车格，那机车跟汽车都会在绕圆环的时候，常常跟这些停车要开出来的人发生擦撞。所以说，它就是政府有这样子考量，所以把它规划成现在这个要施工的情形。高雄市几个重要路口原本都有圆环的设计，上面种满花草树木，美化城市景观。但在交通部分会延长行人的通行时间。5福圆环在经过改造之后，行人可以直接穿过圆环路口，算是尊重行人路权之一。记者潘之光、赖昌邦高雄报道。近期的苏丹红事件引发全台食安疑虑，各县市学校也暂停使用辣椒粉、咖喱粉等新香料。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举办吃香喝辣不用怕天然调味品增能研习营，邀请学校营养师、午餐人员来自制辣椒酱，自己动手做，最天然也最安心。洋葱、姜、蒜头等食材准备好，放进油锅里，再把辣椒切碎加进去。一段时间过后，自制的辣椒酱就做好了。最近因为苏丹红事件引发食安疑虑，台南市教育局特别办理自制辣椒酱与天然调味品的研习活动。苏丹红这个东西基本上应该只会产生在我们的您看到的辣椒酱或者辣椒油里面。那如果说各位民众采购到的是新鲜辣椒或者是辣椒干的部分，基本上应该是不用担心会有苏丹红的残留的问题。活动除了推广在地食农教育，也让学校营养师、午餐从业人员及团膳业者认识天然新香料，将所学的功夫带回学校，丰富学校午餐菜色，让学生可以吃得安心又健康。我们自己制作的天然辣椒酱呢，卫生又安全，可以让小朋友可以吃得健康又安心，亲自自己做调味料，不买那个现成的，对，这样是最健康安全的。我们就会回去就自己制作，然后就是用在我们的菜肴里面。我们透过这样的机会呢，那把台南呢最盛产的辣椒，那么透过我们自制啊，那我们一来做，那我想大家也会吃得安心，那可以让这个食安的问题啊，我想就大家就不用再烦恼，所以我们才会说想辣不用等，吃辣不用怕。辣椒酱不管加在鱼、干贝等料理当中都很好吃。在活动开始前，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到场，动手制作辣椒粉。主厨也分享制作的秘诀，让爱吃辣的民众也能在家做，最天然也最安心。记者双怀台南报道。新北市致力于消除儿少性别暴力、性剥削，首创以防治数位性别暴力为主题的性别教育数位教材，开放给全国的高中国中小20万师生使用，提升儿少自我保护能力，并且拓展相关认知，让更多人知道，无论是拍摄、散布或持有儿少性影像者，都是触法的。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 PAGEMO 办理112年度新北市性别平等教育日系列活动开跑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开跑。性别平等教育数位素材、数位性别友善总部守卫战，总共5波任务与公开题库，内容涵盖性别平等教育各议题，结合数位人权的概念。台大电机系教授暨 PAGEMO 创办人叶秉成表示，性别平等一直是社会各层面相当重要的议题。如今数位科技发达，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透过网络与他人互动，如何杜绝网络性暴力，并进一步建立性别友善的网络社群，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和学习的课题。游戏化它有个好处，就是说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是有这个自发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比较容易内化。那我们这一次跟新北市合作做这个数位性别这个友善的这个教育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想这个有2个面向，一方面是现在网络上这个诈骗，不管是欺诈这个大家这个个人的资讯去做一些不法的这个行为，这种其实也很多所以一方面是怎么样教孩子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什么人家跟你要什么东西，你不能随便给 ，OK。那另外我觉得更重要也很重要，就是说怎么样让孩子知道说讲什么话其实对别人是种伤害，所以一种是保护好自己，另外是让自己不要对别人造成伤害。那这个我想这2个面都有顾到的话，我想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网络上，他可以更不用担心，然后我们自己会有个更性别友善的环境。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新北市持续在各领域中融入性别平等教学，整合各项学习资源，提升亲师生性平意识。这次活动期盼透过游戏化、数位化的学习教材，提升学习者的主动学习动机，并且分析各学校各年龄层的参与人次以及答题正确率，作为性别平等教育政策制定参考。我想我们的下一代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网络的世界怎么样透过一些他习惯或是有趣的一个挑战，我想跟这一次非常荣幸可以跟 PAGEMO 的合作大家一起来设计很多的挑战跟自主学习让孩子在网络世界就能够学会防治数位的暴力跟霸凌我们希望说真正能够建构一个数位友善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平常要在从小就对于相关的职能要能够非常的熟悉。我想透过我们辅导团的专业的一些职能的一个设计题目，让孩子在游戏闯关中能够学习到数位环境的一个友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教育局表示，新北市政府整合各项资源，推动防治数位性暴力，规划性别平等教育日系列活动，包含教育局创新推出新北新联盟数位星球，只要新北市校务行政系统账号即可登录并自主学习，透过任务培养正确的数位素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学到防治数位性暴力知识，而且完成学习任务后，更能及时累积点数到亲师生平台。记者跟基新北采访报道。睽违12年，台北市主办的113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在4月20号正式开幕。今年特别邀请过去曾参加全中运的游泳蝶王王冠宏、东京奥运羽球双打金牌王麒麟、李洋以及奥运拳击铜牌黄晓雯4位国际级好手担任代言人。蒋万安期勉参赛的学生全力以赴，未来都有机会站上世界舞台，成为台湾之光。113年全中运主题曲《我们的主场》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台北市政府睽违12年再度举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22项运动项目场地遍布双北、桃园、台中与宜兰5县市，部分赛事已经提早开跑。出席全国记者会的体育署副署长房瑞文非常肯定北市府的用心。代表潘部长跟郑处长这边特别谢谢蒋市长所率领的113年全中运的执委会，我们各部组分成6部22组。在去年5月份我们执委会成立之后，一直不眠不休的精心规划，把我们113年的全中运各项的比赛都筹办的尽善尽美。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一次北市府特别邀请奥运拳击铜牌得主黄晓雯、游泳蝶王王冠宏及东京奥运羽球双打金牌王麒麟与李洋这4位过去都曾参加全中运的国际级好手担任代言人。
相信全中运参赛的学生运动好手，未来都有机会能站在世界舞台，成为台湾之光。现场大家看到的，我们4位代言人，不管是王冠宏、黄晓雯，还有我们羽球界，大家非常喜爱的王启麟跟李洋，过去也都是在全中运所孕育出来的好手，所以我相信今年在台北市我们首都所举办的全中运，我相信这当中一定有很多选手，未来会如同我们这4位代言人一样，站上国际的舞台，不管是在亚运、奥运各个运动赛场上，都能够为国争光。所以我非常期待，也相信今年全中运一定是精彩可期。4位代言人也分享当年参加全中运的心情，并祝福所有参赛选手展现平日苦练成果，创造佳绩。我也很幸运的，就是在那一年拿下了金牌。对，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兰州国中。对，我还特别去跟母校接比赛。对，有谁走过哈？那其实就是也很荣幸，今年能够代表这个台北主场参加这个代言人。那我也鼓励接下来学弟妹们就是即将开赛嘛，也其实就是我就全力以赴，然后在这次的比赛会场上拿下自己心目中的佳绩奖。因为我觉得全中运对我们来说，在国高中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场赛事，也是一场过程跟一个很大培养我们经验的一场赛事。然后我觉得全中运这场赛事让我们整个不管是团队啊、学校教练啊、队友，让我们整个凝聚力是可以更在一起，然后共同打拼着一个目标，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赛事。我觉得全中对我们来讲，国高中运动员来讲是一个实践梦想的舞台吧，就是凝聚国高中生同才一起努力，希望可以在那边展现最好的自己，然后希望为自己的学校争取荣耀。在国3那年拿到了第1面奖牌，虽然是铜牌，但也很荣幸被我现在的球团选中，然后也开启我之后的职业生涯的道路。然后我也记得我的第1面全中运奖牌也是12年前在台北市所举办的那一届。哇！对，所以12年后也可以很荣幸的成为代言人，我觉得很开心。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表示，全中运是全国6大重要赛事之一，参与的队职员、选手和裁判将近23000人。北市府更动员近万名志工协助比赛顺利进行。而除了运动竞赛外，今年全中运更具有教育意义。我们希望全中运的活动不是只是一个运动会的赛事跟竞技，它要有教育的活动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特别这项活动除了我们的很多的企业行赞助协助我们孩子之外，我们让我们的小朋友像儿童业他们也有学习单，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全中运的场所去学习。那我们的停课的部分呢，我们的体育课也结合了线上课程，也有到现场去，特别自主学习单来认识什么是全中运，包括它赛事的种类22个赛事的种类，还有呢我们的选手得奖牌的情形以及未来的发展等等都让学生成为学习的这一部分。热爱运动却没有参加过全中运的蒋万也再次为明年登场的双北市中运宣传，强调只要年满30岁就可以报名参赛，与全世界所有热爱运动的朋友同场竞技。我一直很热爱运动，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全中运，也没有办法登上亚奥运，但是我可以参加世壮运，所以在这边我也要宣传一下。明年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也将在台北新北举办。至于我要报名参加什么项目，先让我卖一个关子。好，那我之前是刚好有跟江宏杰，请他来教我几招桌球。那未来不管是击剑，还有国标舞，当然还有一些传统的赛事。之前媒体问我会不会参加田径啊、游泳啊，我说这些我已经很拿手的，不用参加了。当然，冠宏你要参加你还不符合资格啊。所以我想未来我们会有一些影片这个发布，那也欢迎市民朋友来帮我票选希望我报名哪一个项目。
北市府教育局方面表示，全中运从4月20号起到4月25号为止，欢迎国人到各竞赛场馆观看比赛，为这群台湾体坛的未来之星加油！让台北尽足荣耀。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左营莲池潭拥有绝美的景观和特色龙虎塔。高雄市观光局为了打造莲池潭成为国际亮点，在整修中的龙虎塔前面增设了中英日3国语言的导览故事墙，让造访莲池潭的国际观光客可以透过故事墙了解莲池潭与左营旧城独特的人文风貌，获得外国观光客以及当地民众的好评。高雄莲池潭的龙虎塔是许多外国旅客喜爱拍照打卡的亮点之一。然而，龙虎塔因为结构补强工程而无法以完整样貌呈现，让旅客感到相当可惜。不過，为了让游客不虚此行，高雄市观光局加入了多语言的故事墙，让游客能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玩得更尽兴。助かります。日本語で書いてあるとすぐ読めて、ね、せっかく来たところのことが理解できて嬉しいです。当地的里长与居民都肯定故事墙的设计，认为对于观光发展有正面的效果，同时也希望这样的概念能够延续到龙虎塔修建完毕后，继续在当地留存。尤其是外来客，日本啦、澳洲啦，还有越南、印尼的，他们对这个评语都不错。因为单独如果只有用我们中语的哈，可能他们不了解。我希望这个多语言的说明介绍可以保存下来，不用是因为配合在龙虎塔在整修，然后事后完了再把它废掉。希望观光局能继续保持下去。现在用这个，我觉得看起来还算蛮不错的。小孩子以前时常来，那今天看到这样，他就会停下来看了。哎呀，对，还算很不错。因为我时常带他过来，就会遇到一些国外的那个观光旅客啊，过来这里啊，就走啊看啊，嘿呀，现在都这个就是让他们多一个了解。不然他们走过去、走回去就而已啊。除了故事墙之外，龙虎塔到春秋阁之间原本的木栈道因为老旧而拆除，改建为清水的景观步道。观光局也利用植栽将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区分，兼顾行人与自行车族的安全，提升观光的舒适度。这是木栈道，后来它设计成那个清水公园、清水步道，跟人车可以分开，给观光客啦、自行的。健走的那个散步的比较安全。为了让造访莲池潭的观光客能有更好的体验，高雄市观光局也会与地方继续建设，打造莲潭地区独特的人文风貌，持续吸引观光客来访。记者朱敬伟、周福庆高雄报道。原本5月才是长病毒的高峰期，不过近期全国长病毒疫情都在升温，而且来势汹汹。为了避免重症风险，台南市提早针对教托机构的防治准备工作进行了解，同时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前往新南国小妇幼，宣导正确的洗手观念。5岁以下幼童是长病毒并发重症的高危险群，特别今年气候高温，全国长病毒急诊7400人次，已经是10年来同期最高。虽然台南尚无重症病例，不过急诊就医目前已经有335人次，是同期的2-3倍。为了提高警觉，市长黄伟哲在卫生局长和教育局长陪同，一起来到新南国小妇幼，宣导湿、搓、冲、捧、擦5步骤的正确洗手观念，希望远离长病毒。那跟去年同期来比起来，今年已经有394个长病毒的病例的诊次了哈，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长病毒过去曾经在长病毒71型哈，曾经发生过很多小朋友，好几个小朋友重症甚至不幸死掉的死亡的哈，所以说我们今年特别的超前，这个超前部署是绝对必要的。除了让幼童清楚正确洗手的观念，学校也教导幼儿洗手歌，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希望成为防疫的小尖兵。会中市长黄伟哲也加码有奖征答的趣味互动，场面相当热烈。卫生局呼吁家长留意长病毒感染的前兆，就可以降低重症发生的风险。这个风险在我们全国陆续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家长，对于5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他有出现这个发高烧、嗜睡那活动力不好，
或者是这个孩子呢有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他可能有不良于行哈。那早一点的这些症状，如果家长及早发现的话呢，可以及早的让我们的孩子来就医。健康100兆，肠病毒丢出去。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4月已经进入台南凤梨的盛产季，鲜果品质优良，风味可谓全国之冠。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领市府团队与立委郭国文、台南市山上区以及农会和青农代表北上板桥区农会，行销台南在地台农16号甜蜜蜜和17号金钻凤梨。台南市长黄伟哲北上行销台南在地农特产。台南是全台凤梨第2大产区，但品质却是最好的，受到国内外广大消费者的青睐。黄伟哲也特别感谢北部各家农会相挺在地凤梨，透过办理展售活动，不但增加了台南市凤梨的能见度，也让大台北地区的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当季鲜甜美味的台南凤梨以及加工品。今天非常高兴，又再一次来到了我们新双北最厉害的这个产销地，也就是最厉害的消费地，我们板桥农会来行销我们最优质的台南凤梨，尤其是今天的主角是山上凤梨16号甜蜜蜜。那今年是台南400，那我想对于台南400很多农民其实怎么样，今年是很开心的，尤其甜蜜蜜这个名字又蛮讨喜的，希望大家吃到我们台南的凤梨，心里面就涌出一股甜蜜蜜的感觉。那一试成主顾，那我们今年台南的凤梨的产量大概跟去年差不多，大概比去年要少个5%。山上区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表示，自108年起，每年都会和市府率队在大台北地区行销台南凤梨，宣传和销售成果扶摇直上，一年比一年更创佳绩。这也代表山上区凤梨获得大台北地区消费者的喜爱。通过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农业销售合作，不仅达到产销平衡，更提高农民收益，消费者也吃得安心。往来当收的时阵，咱一听讲哦，加工厂话去收一台斤4块5块，咱往来麻烦起来北部，甲咱这个好朋友拢有甲报告，咱咧往来对种地来到收成爱2冬，所以农民种这个往来这个水果嘛是真辛苦，为着要照顾伊的收入会当提悬，所以咱每一冬，而且往来台南这个产期是已经开始啊，毋过就是个量出来，咱会来北部办这个行销活动，就是要咱北部的消费者好朋友知影讲，咱这往来当咧大出，希望咱消费者多来甲咱采购，多咱斗3工。今日的产销活动除了新鲜的凤梨以外，还有来自台南各地优质的农特产品，例如台南市农会的虱目鱼酥、新市农会的毛豆、麻豆农会的柚花、北门农会的虱目鱼、关田农会的棱角，欢迎消费者踊跃采购。记者李根基西北采报道。台湾境内外的假讯息猖獗，总统大选期间的假讯息是如何影响台湾社会？民间又是如何因应的呢？台大新闻研究所携手中嘉宽屏举办论坛，针对台湾社会总统大选期间的假讯息因应之道，以及公民团体如何破解假讯息来做分享，点出目前面临的挑战与成果心得。台湾过去长期受到中国假讯息的威胁，总统大选期间更有层出不穷的假讯息充斥在网络上。不过，台湾民众有因此受到影响吗？台大新闻研究所携手中嘉宽屏举办论坛，针对总统大选期间的假讯息因应之道来做分享，并首度发布对此议题的英文报告，盼让全球关心这场总统大选民主社会如何继续维系的案例。短期之间，我们并没有受到，比如说选举有这个什么所谓的作票的假新闻，有所谓的赖清德有私生子，甚至于有所谓的蔡英文密使的种种的假讯息。我们的民众当然很有智慧，并没有受到这些虚假讯息的影响。可是我所关注的是，第一个，台湾人民现在高度的使用抖音跟 TikTok 的这个受到演算法以及中国言论控制的平台的影响。那第二个是长期在网络上的误导性的论述，不管是对中国的立场，对于反美等等的言论，长期也会影响台湾人民的认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在面对假讯息攻击时，公民团体以及媒体又是如何因应的？论坛邀请学界以及从媒体业访问而来的处理方式来分享台湾如何防卫这些攻击。那什么样的行为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呢？
例如说，今天我 po 一个文，然后在场所有人在1秒钟、2秒钟之内就马上回文的话，而且不止一次，我今年1整年我这样干，你们就马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回文。那明显你要说我们不认识，也不太可能。假设如果相同的 narrative， 它一开始出现在国台办啊、中国外交部啊，然后被稍加调制之后，把它引流到 Facebook 或者是 Line 的这个群组里面。那而且它也不是只有一次，如果它是 continuous 你都这样做的话，我们觉得这个 content 是相当可疑的。第三叫 metadata， 就是后台的资料。那对我们来说，什么是 metadata 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群人他账号被 create 的时间，被创造的时间，通常都是那几天嘛。所以我们从这3个部分来确认它是不是我们讲协同团体的一部分。当时我们在访谈过程当中就提到，其实3个原则，我们采用的内容，就是只有三种才会用。第一个是候选人本身的说法，就是确定是由候选人所说的；第二个是竞选团队办公室的网站或者是官方的脸书，那还有他们官方的粉专等等。所以用这3个方式，就很快的可以杜绝所有假讯息或者虚假讯息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混淆的状况。以央社来说，他们碰到就是的确我没有办法在质跟量上面能够 catch 到现在 AI 生成假讯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怎么办？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会看到说相对于后面的商业媒体，他们有一个商业的压力的时候，那他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措施，也就是只要假讯息没有被证实，或是没有被端上台面来被否认，这时候先不要报道，这个也合理，因为它就是未被证实的讯息。虽然假讯息暂时不会对公共论述或政治决策产生直接重大影响，但长期以往是否会影响关于国家认同和全球地缘政治的讨论，还有待观察。记者翁俊台北报道。高雄车站翻新工程来到尾声，为了配合车站即将启用，站前东西向的建国路也启动步行环境翻新的工程。原先破烂的人行道被一一汰除，换上耐用平整的水泥刷毛。为了解决机车骑上人行道的乱象，也设计了停车弯，避免车碾人行道的问题。但也有民众表示，应该是驾驶人的习惯，必须要先改善。高雄车站工程进入尾声，预计在今年年底可以完工。但是车站前方东西向的建国路人行道已经老旧且凹凸不平，除了走到上面很危险，要拖的行李也是相当不方便。未来车站正式启用后，人潮相对的也会变多，改善升级行走空间是相当重要的课题。这样子，我老人家如果走起来的话，会比较不会去跌倒。而且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高雄市的门市啦。大家外地来的话，看起来比较整洁。为了保障行人的安全，且不让高雄的门面掉漆，高雄工务局道工处持续推进建国路人行道的翻新，将老旧的瓷砖汰除，换上耐用的水泥刷毛地面。这次将改善工程拓展东到复兴一路，西到自立一路，预计年中左右可以完成。以这一段分2段去做，那目前预计到上半年度会完工。那我们主要施工的项目包括它的原有的铺面。原有是那个连锁砖，我们全部会把它改成 PC 刷毛的方式。那再来还有会改善的是它的整体的斜坡道，还有人行道的顺街骑楼，还包括街角的改善。建国路人行道的破损有很大原因是机车骑士常常骑上人行道想要停车，这次也将机车停车格移到人行道外，设置停车弯，在不减少停车位的前提下来改善。希望借此减少违规骑上人行道的事件发生，但即使硬体设施翻新了，有民众认为驾驶人的行为才是需要改变的重点。对啊，我站在这边等过马路，他在后面趴我，要我就闪开，给他骑出去。这是高雄人骑车的习惯来的了。几个月前我就出了车祸，就是给机械撞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原有的人行道里面的机车停车位，它是原本是要行人迁到里面才可以去停，现在会把它全面改善，调整从车道进出。随着高雄火车站即将完工启用，相信未来来到高雄的旅客们，除了车站，走到优质好走的人行道上，也会对高雄留下好印象。记者苏安君、郑思瑶高雄报道。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今日的台南会是什么模样呢？台南市文资处与知名的桌游厂商合作推出一款台南时空漫游府城寻踪的桌游，结合政治、民生、宗教等主题，经历不同的代表人物和历史事件，让大家透过桌游进一步认识台南400。桌上的桌游看起来普通，但仔细看，里面包含台湾的历史。这款叫做《台南时空漫游府城寻踪》，分作和政、清领及日治3大时期，手牌分别代表各时期的人物、文化和建筑。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在同一个时代里，让玩家实际在玩的时候发现，原来在这个时期真的我们可以这个点出现了这个建筑，那个点呢，在隔年又翻修，我们就发现这个就出现在台南的文化里。就很符合我们重现那种台南的那种感觉。当你抽到那个万元素牌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去相对应的，就要有一些选择。好啊，所以到柜这几年，这将近50几个万元素的这个重组。然后它形成一种游戏的机制啦。玩家透过文化元素牌去分配各种资源，获得分数。游戏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说明手册内有卡牌历史文化的资讯，地图也能规划出台南旅游景点路线，可以借由创意得到不同的游戏乐趣体验。做一个古迹啊，拢会画伫面顶，就是咱平常时咧行，伫台南咧行时阵，你会去拄着古迹啊，即马出现伫咱的咧佚佗的这个游戏内底啊，感觉伊做特别。像这个什么学甲的慈济宫啊，我冇去过啊，因为我透过这个的游戏，我个对伊的文化有一点就是较了解啊，会个想要去这个所在。文资处也免费送给台南210所国小各一套桌游，作为教育推广使用，同时也放在新总馆、公园总馆、盐城3间图书馆，提供给民众借来玩。希望市民学生能透过桌游轻松认识台南文化以及在地历史。记者是淮台的报道。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致力于服务心智障碍者长达25年，近期特别在中原文创园区举办“请拥抱我的不完美”公益特展，回顾过去的服务历程，希望透过展览可以知道憨儿与刻板印象的不一样。艺人王彤领军的霸气乐团也带来开场表演力挺，希望把爱心跟温暖传递给更多人。3、2、1。专责照顾憨儿的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今年迈入第25年，特别在中原文创园区4号仓库举办“请拥抱我的不完美”公益特展，回顾服务历程之外，更分享照顾以及与心智障碍者的相处之道，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知道憨儿跟想象中的不一样。这个特展呢，就是我们介绍我们基金会一路以来，从民国86年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天一路的发展过程。那从一开始只有收容40几位的喜憨儿，到现在将近200位的喜憨儿。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展，主要就是在展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过程。25年来，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一路都在桃园，然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条路，然后我们帮助身心障碍者，然后我们走到了25年，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一个里程碑呢，跟大家讲说，未来的25年呢，继续陪伴着我们，那我们会继续走下去。开幕仪式也特别邀请由知名艺人王彤领军的霸气乐团带来开场表演。王彤表示，乐团的成立初衷就是想要用音乐做爱心，这也不是乐团第一次来力挺真善美基金会，希望把爱心跟温暖传递给更多人。应该说，我们创团的宗旨就是希望用音乐来做爱心，然后把更多的资源串起来，然后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是使命吧，就是我觉得人活着不能只是单单的糊口，而是可以就是我觉得人本身就有那个爱心吧，应该把这个爱给传递更多给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跟价值。去年正式加入乐团的主唱于浩威表示，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真善美的活动，但是感觉很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音乐让更多人关注需要帮助或关怀的人事物，非常有意义。然后有时候会
走不出去，然后会觉得很难受或怎么样。但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人事物都是比我们还更需要被关心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好像衣食无缺，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有能力，有一些影响力，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最喜欢的音乐，然后让更多需要被关注到的事情，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真善美执行董事胡传安表示，真善美基金会走过25年，希望能陪伴憨儿们下一个25年，陪伴他们到老，呼吁大家能够支持他们的憨乐生活村计划。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从那种憨儿的就业，然后一直做到老憨儿的照护。可是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的这些喜憨儿，他们如果需要插管，或是未来有一些需要疾病上面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们会没有地方可以去。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基金会想说要陪伴他们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我们募款会打算在新屋，我们现在有一个2000坪的园区，要打造一个憨乐生活村。那这个生活村呢，就是有养护也有照顾的功能。请拥抱我的不完美公益特展，从即日起到4月28号，在中原文创园区4号仓库登场，由憨儿担任导览小帮手。除了静态展、义卖小摊位，民众也可以现场跟着憨儿学习怎么折手工玫瑰花，以及趣味夹豆子互动体验。观展答题还送小礼物，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识憨儿。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国立基隆商工近日欢庆75周年，校庆现场展出各科学生们参加比赛得奖的作品，特别是由航电科跟资讯科学生合作做出可以协助人类夹取物品和有长照功能的机器人，以及商业经营科同学一起制作协助农民驱赶鸟类的驱鸟器，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这个得奖机器人是由国立基隆商工航电科2年级学生欧阳胜以及资讯科2年级学生林博翰在老师指导下合作制造的机器人，可以定位并且夹取物品，不但可以协助人类搬运物品，更可以使用在越来越重要的银发族长照工作上。可以夹取，然后有各个感测器，可以避障，然后可以定位。另外，商业经营科同学同样在老师指导下发明制作得奖作品驱鸟器，可以协助农民减少农粮损失，也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当我们的鸟类经过这个小黑色的小方块，是我们的雷射红外线感测器。那当鸟类经过的时候呢，它会传到讯号给雷射发射器之后发射雷射，然后来进行驱赶鸟类的一个效果。这个对农民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就是因为其实一般的鸟类它会去吃那些农作物，然后让它的收成没有达到理想，所以我们发明这个赶鸟器是希望可以解决农粮的损失。其他包括会计科的同学也有优秀的作品展出。基隆商工75周年校庆，除了各界杰出校友回娘家，并且表扬绩优学生以及老师之外，现场更展出各科学生们参加比赛得奖的作品，包括基隆商工校友会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和市议员曾义芳，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秘书，都对学生的表现以及学校办学绩效高度肯定。我们现在的洪校长跟我们历届的校长培育着无限的杰出的校友，现在都在各社会上各阶层的，尤其诚如刚才我们洪校长所讲的，现在的教育也结合现在AI 的整个教育结合跟国际的整个接轨，我想是非常的一个教育，也非常正确的一个教育。因为身为家长的我觉得小朋友健康平安长大是最重要的，快乐的成长才有办法让在外面工作的家长放心。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学校以及老师对于孩子们的付出。那在这里，一方也话不多说，在祝福在场的小朋友学业进步，未来的路程能够一切顺利，出社会可以把我们在学校所学的全部都奉献出去。基隆
动商工校长表示，跟上 AI 及机器人等国际潮流趋势，是机动商工持续培养学生具备时代及社会需求技能的教学方向。我们以现有的一些科别包含我们的商科会跨域到工科合作，能够让孩子能够因应时代的趋势，更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一个所需的具备的能力。那我想基隆商工在我们新任张耿辉理事长、校友会理事长的一个支持之下，一定会往这个目标继续的努力迈进。此外，商工校长也陪同市议员张耿辉以及立委林佩祥秘书黄生栋等人一起参观校园各个摊位，包括国军以及海巡等单位，也都把握基隆商工庆祝校庆的机会，在现场摆设直升机式无人机，吸引学生的目光。我们海巡署无人飞行载具，那它以直升机垂直起降，无需跑道为最大便利性，可搭载双功率台摄影机、可30倍变焦及夜间摄影。后面可搭载消防式救生衣。希望在校园招募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国军及海巡署，保家卫国。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在市议会针对即将于5月20日上任的 AI 行动内阁议题质询，期待高雄市政府各局处能够因应中央改组，做出适当的应对。除此之外，议员也认为是否应该积极争取凤山溪纳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积极复地地染地景，让这条孕育出繁荣大高雄的溪流可以被世界看见。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在市议会针对未来即将改组的 AI 行动内阁议题质询，希望各局处能够因应新政府上任，有崭新的应对政策与想法。林志宏期盼市府各局处，即便面临中央的新气象，也要持续为高雄市争取各项建设。我们希望能够落实公建计划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补助，然后对于相关的职业的比赛也能够加大这个力道让我们不管是职业的赛事或职业赛事要用到的这些场馆都能够获得中央的这个挹注。亚湾2.0的那个数位摄影棚可以有数位水棚。摄影棚，数位摄影棚，基层的部分当然是最欠缺就是经费哈。我们很多学校的，包括过去耐震补强这个部分，中央也帮很大的忙，还有跑道，那还有包括我们生用平板，班班有冷气，这都确实给地方带来很大的帮忙。那我认为说，目前高雄市可能最在意的是一些进行中的重大建设，包含产业转型，能够继续获得中央大力的支持。好，那因为其实现在内阁团队正如火如荼在进行人事布局当中，那同时间我们地方有很多的建设需要，我也希望说各局处要做一些准备要在新内阁上路的时候呢，要去跟中央争取更多的资源经费来协助地方的建设发展。在新政府正式就职之后，赶快把高雄的需要送到中央去，让中央更支持高雄。另外，对于凤山溪，林志宏认为市府应该要更重视这条让大高雄繁荣的源流。林志宏肯定凤山溪的历史价值，并强调自然地景与古迹建筑都同样具有文化资产价值，期盼文化局、教育局等局处能将凤山溪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凤山溪是整个大高雄地区的这个生命之河、历史之河，不论是现在的凤山啦，或大寮啦、大树，或者是前镇区或三民区等等，都是因为有凤山溪当时的饮水、潮景当时的饮水，才有这样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呢，已经足以有这样条件，可以往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自然地景的条件来去申请。那当然，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是我们希望可以突破，先从国家级认定开始，那未来呢，朝世界级认定的方向来着手。我们都希望说，把凤山打造成国际的凤山。最后，林志宏也针对受到强震影响的凤山区新甲国小，希望市府能积极进行整体改建与改造。若需要拆校舍，也应该要先建设组合屋，才能让学童安心上课，巩固高雄市教育的根基。记者李嘉荣、朱静伟高雄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我们下次再会。